每当夜晚来临，迷茫的气氛便笼罩着我，让我找不到人生的方向，不知道该如何去选择，甚至开始怀疑了人生。人一生中最大的快乐和痛苦，都是因为有了太多的选择。今天晚上到底吃什么呢？你好，我想听听你对这个词有没有什么独到的见解？这个词让我想起来一件事。我们家门口原来有一条清澈的水沟，有一阵子堵了，有妈呀，臭的一比较糟的，臭死的了。从那天我就明白一个道理，这个沟通太他妈重要了。9点这些俺要再来到酒啊。喝酒吧。喝。那就先拿2瓶啤酒啊。再拿2瓶啤酒啊？哦，对了，那个你杯子稍微给我洗干净啊。哦。我跟你讲，给你看我女朋友照片。阿伯，我看就带球丝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喜欢她，主要是因为她很单纯。我没看出来她哪点单纯啊！我跟你讲，她说过，只要谁给她买一套房子，她就嫁给他。你说现在女人哪有这么简单的啊？他们不仅要房子，还要车子，还要金子，还要钻子，你最可恶，她还有个儿子。你说还不简单？听你这么一说啊，这个女还真单纯呢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想问一下，刚刚你们哪个是哪个要干净的杯子啊？薇姐，你最近小日子过得蛮滋润的啊！听说你还是谈男朋友了啊？真的啊？哎，那你跟我说一说。哎呀，是这样子的。那天我去他们家做客啊，看到他们家的房间啊，真的是干净整洁啊，而且那个家具是错落有致。我走进他的书房，有一面墙的书啊。他的冰箱里面全是新鲜的肉跟蔬菜，阳光透过那个卧室的落地窗照进来啊，真是照得我心暖暖的。我明白了呀，就是因为他对生活的细节还有品质让你喜欢上他的，是啊？这个有那么一点儿。我觉得最主要的是，他那个房子至少有个200多平。而且在鼓楼这个地方啊，怎么说也得卖到8、900万吧。薇姐，工作，我们工作不聊了。工作。菜多少钱？多少斤？多少斤？1斤多嘞。1斤多，这个有1斤多啊？你称不准嘛？怎么可能的？那这样的，我手机175克，你称呀，多少？你看200克，我讲嘛，肯定不准。你手机软件装多了不？你看我有一个同款的手机跟你一样的，我称一下给你看看啊。175克吗？你手机山寨的吧？你手机才山寨的呢，我们这称的是明码标价，怎么可能少称呢？
不，清澈的水沟。不错，哎，你重新来，这一段重新来，不要停，不要停，不要停，继续来。我想听听你对独到，不是，好了，再来一次，预备，走。